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看问题。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也就是三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画本内底的画面，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家人的郑华，甲伊的查某囝小海蒂。欢迎做伙来欣赏。教囡仔讲母语，甲父母话传落去。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大家好，我是小海蒂。大家好，我是郑华。咱今仔日要来看职业哦。小海蒂，你伫职业你有看到啥物物件？有时只足大只的那些鸟啊！哦，啊怪阁有吧？你阁有看到啥？你看伊目睭足大的，目睭足大蕊的吼。啊，你看到迄只那些鸟啊？啊，阁有敢有其他的物件？有一张紫色的树啊，阁有一个查某囡仔，伊甲常在甲鸟仔生米小吹。哦，伊在甲鸟仔生米小吹啊？你敢知影米小吹阁有一种讲法？唔知呢。唔知啊，是若有诶人会讲国鸡，你敢有听过？有吼，咱之前伫迄听别人诶 podcast 诶时阵，有听到国鸡对无？对哈。啊，你敢有生过米小吹，还是国鸡？我也生过米小吹。你迄阵是伫倒位生？伫厝内生。伫厝内生哦。你甲谁做伙生？妈妈。你要加讲一妈妈甲朋友。啊，你拢安怎米？安怎生？就是朋友的妈妈来找阮，怪你甲爸爸就去甲讲，怪朋友的妈妈来找阮，我甲朋友去比。啊，你上介意比伫倒位？我上介意比伫迄个箱仔内底。比伫箱仔内底哦，你有比伫箱仔内底？比互你看。好，你即摆咧表演比伫箱仔内底哦。哦，真正比甲足好诶呢。好，我找着你啊！紧出来啊！就是你拄则表演米小吹，你拢米伫倒位？啊，你阁有看到啥物想要讲诶吧？就是我看到迄树根伫内，我看到迄树根伫中面，安尼树也毋是会放去。哦，你感觉伊画树根无甲画去土内底是吧？安尼伊会放去。哦，你感觉树仔会倒去是毋是？对，迄个人搭伫树仔顶的时阵，树仔就像安尼弯弯翘翘。嘿，啊，所以你有啥物看法？就像迄弯弯翘翘的路。哦，你认为即张树仔看起来就像弯弯翘翘的路是毋是？我有看到影。哦，你感觉迄是啥物的影？人的影。人的影。啊，遐个人是咧甲伊种啥物？我感觉因在哟呼是讲啥物意思？你好！哦，我就勇敢的。哦，我是这么姑，我都搞这个。Go， 在做运动耶。我是这么姑，你有看咩？啥物真阿姑？真阿姑。哦，你讲迄个人安尼做成真阿姑哦。哦。Go， 呀！你嘛有去上课啊？对吧？有。去成长上课。你伫成长的时阵，敢有机会耍到米小吹？看吧。较无。我问老师我最想遐个老师，我因为我为着班要做头班，所以我问老师所以我最想遐个老师啊。好，啊你即摆学校无耍米小吹，你拢耍啥物啊？哦，无耍米小吹，阮拢会耍学习区。学习区是学习区哦。对啊。内底有啥物会使耍？有造德，搁有
画图，佮有看册阿怪，你介意的迄篇册内底有画出来，阿怪互老师翕相个写字。哦，是安尼啊。佮有迄左右，佮有一个人耍的左右。一个人咧耍的倒啊耍是吧？对，佮有两个人耍的。佮有做一个人做伙耍。啊，恁学校敢有迄种出溜龙？一个计船了名字，迄个出溜龙有谁？恁学校有一台计船哦，啊，计船顶面佫下一个出溜龙安尼啊？就谁？就谁？伊就差不多安尼尔。啊，甲你差安尼，阿怪溜拢甲安尼尔。遮尔短哦，就足短是吧？哦，啊，你敢有去耍过？吧，你无去耍过？迄个溜拢实在是伤无聊啊。安尼，你看即幅图内底，你敢佫有看到啥物啊？就是你看到有一个查某囡仔，啊，佫有一张紫色的毛毛红。对，伊树叶啊，佮有树根拢是紫色的。哦，拢是紫色的呢。啊，怪佫有看到一阵乌乌的影，对啊，伫伊后壁咧做动作，是毋是？对啊，就讲。嗨，佮有发财。安尼，恁伫学校若无伊合适区，恁老师会带恁做啥物游戏吧？你有耍过啥物游戏吧？比如讲插头人啊，还是掠来掠去啊，找小肉啊，敢有？中班的时阵，因互阮摕迄部啊怪掠人，啊过我一遍拢无抓着。啊怪即摆大班了，因来带阮去下骹练迄说老师讲向后壁个跳，不，啊个是伫楼骹。哦，所以恁是伫掠一条绳啊扭咧，啊怪扭咧了后跳落去软软的竹仔顶面，是毋是？跳，啊个有迄个开合跳，这是伫操场。伫运动场啊，手开合安尼。对啊，按个迄是那个是一条长腿啊，阮来开合起来，合起来，按个是爱向头前跳。涂骹有迄一条物件就对。是啊，你甲我介绍你伫学校耍的遮侪游戏呢。来，咱会使甲大家讲再会啊哦，拜拜，大家再会。台语好保守，咱着加减扣，扣若会招着，较好扣选择。台语好保守。米小吹是非常普遍的囡仔耍，所以伊的讲法嘛非常的多。除了米小吹、暗国家以外，还佫有10几种无共的讲法。节目上来去，咱邀请家己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讲详细。以前的囡仔耍，甲即摆的囡仔耍无共。以前的囡仔同齐耍的，可能就是暗国家、黄国家、米暗鸟、米小吹、米国家、盐死鱼、盐水牛、黄烤鸡、黄烤鸡、黄国鸡、黄国鸡、暗国鸡、点暗鸟、点母鸟、点鸟。好，甲捉迷藏，我收到的超过15个讲法无共，可见这种平常的，所有人、所有族群拢在耍。根据萧凌春老师的研究，古早时代囡仔咧耍暗国家的时阵，做几个人会念一种趣味的囡仔歌来杀时间。黄国家的囡仔歌吼，黄国家走白卵，
一粒食，一粒装，放鸡囝找鸡卵，找若无拍一个尻川。我甲按国鸡就收着几啊拍，我念一拍。黄国鸡走白卵，随你食，随你装。国家囝米密密，了鼠仔囝去做贼，嘎嘎叫。这是我采录伫嘉义市采录到文化局出版嘉义市闽南语歌谣集内底记录的。讲到囡仔歌，较早查某囡仔咧耍点山包的时阵，嘛有一个足特殊的念谣，就亲像拄则咱伫广播剧内面听到的同款。一放鸡，二放鸭，三分开，四小塔。较早的查某囡仔较会耍这，咱查甫的较袂耍这。当然这无名，囡仔歌也是囡仔耍，本来拢无名，咱怎么为着要称呼，拢好一个名，叫做一放鸡。这讲法哇一大堆，这一放鸡我收到5-6种我念一种就好，较简单咧。迄个台湾民间文学集，日本时代时就出版，伊记录的是大溪大溪。一放鸡，二放鸭，三分开，四小塔，五打兴，六拍手，七圆甜，八蒙片，九抱耳，十只起。若捌算过就知影。查某囡仔会做沙包沙包。每一个所在的念法拢无共，甚至共一个所在无共的囡仔讲法嘛无共。查某囡仔还佫会耍跳鸡伫涂骹庄仔角扣咧，滑就通跳查甫较无咧耍这，有啦，查某上的查甫囡仔嘛对咧耍。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讲到溜滑梯的台语，叫做厝溜龙。除了厝溜龙，溜滑梯的台语也有几多种无共的讲法。溜滑梯是国校囡仔最爱耍的。上早的讲法是讲厝溜龙，厝马里是讲厝骨推，当然这厝骨推就对溜滑梯演变过，这算较新的。上古早是讲厝溜龙，咱感觉看过溜龙，你也去山林，咧山骹甲山顶，要撮茶，撮起来茶，用溜龙，就溜落山骹口半，柱中还未到塔塔角，新中华迄个所在，你也去看柱中高度，就要有溜龙。这个溜龙古早足快，即摆嘛差不多，现在交通方便啊。溜滑梯有人讲，还有人讲骨石推，其实用推来讲无效。推咱的感觉，台湾话的感觉是一站一站，无平。溜龙就溜落来，安尼较省。所以想法无共。来讲对你讲溜骨推，感觉怪怪。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
双，暗顿吃白影闪闪，无像山孤红的线，金石脚。月娘出遐灯。